母亲来西子西马前，孩儿据此半壁，望母亲多多保重。去吧，去吧，你只想着考功名，做大官，媳妇过门才3天，你就这样走了？我老了，想抱孙子，你呀，母亲。伯伯，父亲怀抱红花之子，正是伯伯家之一方。眼下他必在即，不能待我。但愿夫君此去可长得意，早日归来。至于伯伯的新娘么，等他回来也不知的。李相公还没来吗？还在跟老太太商量那话别呢。你去跟李相公说，早3长了，早点动身的好。哎，我去教他。既然你们小夫妻都已商量好了，我老太婆还是什么人？文龙啊，你此去呀，是老早对说，天明再赶路，逢山涉水，你要仔细呀，不要忘了娘。我天天盼你回家。母亲，孩儿记下了。记下就好，你们小夫妻再话别几句吧。母亲保重。我走了。相公，我已将行李挑到船上，管老大说早水已经涨了，请相公早些动身。你到船上等候，我随后就来。是。
其生命大义，为父不惜了。相公，原来是你呀！哎呀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拉拉扯扯没完没了。相公该醉了。算老道猜得见，说是早睡落了，即醉不成了。表兄，是表弟来了，表兄。这是22两纹银，是表弟的一点心意，愿表兄此去玉龙门上月切地。不，路上盘村虽不宽裕，但节俭一些也是可以的，不怪这老表弟。哎，都说是穷家妇孺，出门在外千山万水，还是宽裕的好，你就带上吧。此次多谢表弟，玉姨来。愚兄出门在外，家中老母妻小，外方爷弟多多照顾，小弟适当尽心。多谢表叔。此次俸禄告辞了。俸禄。哎呀，相公，走吧，再举人下去啊，这怕这江底水落了，这盐底水啊遇上了，那就走不成了。唉，那么你走吧。保重。俸禄。谢什么？你带我到京城去啊，我忒高兴啦。原来是谢这个啊。你相公，等你到京城中状元回来，还送我的孙吧。好啊，那时候啊，你状元老爷送我的孙，我连孙钱都不要喽。那你可做亏本生意喽。不过啊，我要是真的中了状元，加倍付你的孙钱。对，加倍付你的孙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下雨了！哎呀，文龙可莫忘了腾山啊！相公，下雨了，快进转仓吧。这雨下得好啊！两方风雨际会，富宽蛟龙出门，真是好兆头啊！此番赴考，别接妇女。是好兆头，可就是相公淋雨了不好。相公，撑把伞吧。
表嫂，下雨了，你快回家吧。姨老表说了，你也回家吧。表嫂，你去带上雨伞。不必了，我这就到家了。表嫂，伯伯，月英啊，文龙他撑伞了吗？伯伯，文龙他在船上淋不到雨的，我们回家吧。原来是你家老爷啊！哎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这样吧，你来敲锣，我来喊，到了见面茶馆，我请你喝茶。这主意不错，来吧。雷文龙一家一等，高中堂女喽。雷文龙一家一等，高中堂女喽。雷文龙一家一等，高中堂女喽。恭喜啊，恭喜！雷师兄，恭喜啊，恭喜！恭喜啊，恭喜！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当今人是担子，名利金榜，雨露天阶也穷灵，忘恩浩荡。3年劝说几换汤，也比从天狂奔放。雨点轻点长元郎，风起木角呀。恭喜呀，恭喜！不论是云从西子接中来，真是风端谦虚唐元郎。雷文龙接旨，恭请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谕，新科长女雷文龙册封为后藩使节，出使匈奴，请赐。你说什么？上月公，皇上夸你文采风流，语言伶俐，派你到匈奴做大使去了。这是匈奴。快快接旨谢恩吧。啊呀，公公，我家与老母怎能出使我犯你？上月公，你这话就切妥当了。你记着，副考中举就是国家的臣子，况且皇上钦点你为状元，忘恩浩荡，怎么就不能出使后犯你？粉龙冒昧，请问公公何日启程？生性不切，不能待过，明日启程去吧。天哪！用你那里，用你那里，用你快来！雷文龙一家一等，高中堂女喽。小兄弟，你的嗓子也喊哑了，该歇歇了吧？歇就歇吧，我也该委屈了。歇了歇了，散了散了。用你那里，用你那里，用你那里。老爷，现在满京城的都知道我家老爷是状元了。用您大事不好了。不好？什么不好？我说是太好啦。用您身子选我，出使匈奴，你快回家报信去吧。你说什么？出使匈奴？哎呀，老爷，我只知道你做官了，一家人跟着你享福你怎么为？身在官上，身不由己。用你快带上数星银两回家去吧。老爷，让我跟你到匈奴去吧。不，回家报信要紧。用您啊，你告诉老夫人，请他老人家努力参办，10分龙度日2年，少则1年，定准回家。你再告诉少奶奶，10分龙不妨交对之门，请他放心。老爷，去吧，快去吧。
放用了，我见到公主放用了，我死而无还了。公主？什么公主？啊，公主她啊！赵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非之地，不必拘留，我们追吧。才子，姐妹们与我帮了。是大胆，且慢，莫与我的命令，不许轻举妄动。是你们这是？哼，推困公主放用，万贯招募做牙。谁是公主？大胆，公主在此设立，但怪藏着推困，与我帮了。是，且公主。本公主见下没有确实的原文，就让他宽上一言，叫他死而复活。你就是公主，公主就是你。真正超人力量难以置信。公主美貌上天杰作，此算是他所生意料，令女妇难心。错了，错了。公主，你以为错了？公主相貌，我无一心法。公主能空，令人难扫。快爷爷头落地，快爷爷见下马，那草木的天公也无动，叫用错配很经常。丛林有人是此他当，尽管带我乱平凡。但见他风采玉带三分傲，刀剑相加从勇敢。铁瓜卵儿层层宽，不与公主临夜空。你是什么人？从哪里而来？啊，我明白了，看你衣着打扮，举止言谈，便是欢办人士，听从中原而来。所以你说对了，我乃是中原帝相，立女之邦，超过天子，见过美女，却从未想到在这乾坤底下，还有一位公主，因美貌而失色。在你看
来推宽公主美貌，难道是不给什么？爱美之心，深知长计。待我江南女子，美而不骄，温柔似水，与公主相比，呵呵。他不知道公主美貌甲天下，须眉驸马摆脚下，今朝随手头一位，须愧难当怒不更加，举刀杀了场。我决心乱自马，情不能太不想，有口与他怎叫原来是我的娇娇嘛！怎么啦？我的娇娇怎么啦？谁欺负你？谁敢欺负你呀？谁？好，杀了他！杀了他嘛！杀不得，杀不得！啊！在我娇娇眼里，还有哪个男人是杀不得的呀？他婚死的刘文龙穿剑所遇啊！原来是大汉四剑，哈哈哈哈！大事来了！哈哈哈！这倒真是杀不得，杀不得的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本王过些hon天之后代美意，请因大事而来，不料这次小女啊！哈哈哈！本王对武王太妾，弘扬神主，还原神道，切里调调，书类诏书，请算于手里。不谢hon天子。阿爸，阿爸，这个大婚事情都是那女儿心意里。无脑！小女无知，得罪事情，万望多多包涵，不必介意。来，您这大婚事情为公，请。月英啊，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文龙啊中了状元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呀身穿大红袍，头戴乌纱帽，还骑着高头大马，就连手动佣人啊也骑在马上。如此说来，文龙非但考中了状元，还做了官了。这还用说？既然考中状元，哪有不做官的？那文龙做的是什么官呢？这个嘛，哎呀，做什么官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啊，是最大的官吧。伯伯，你做的这个梦呀，都是新闻上看来的，
其实呀，考中状元也不是马上就做他官的。做不做官都不要紧，我啊，只要他早点回来。不过嘛，文龙一定是考中状元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和伯伯一样的梦，梦见文龙中状元了。好，好，文龙中状元了，中状元了。既然中了状元，他也该回来了。伯伯，你放心，等你一觉醒来呀，文龙也一定到家啦。等我一觉醒来，文龙一定到家了。伯伯，媳妇就在这里等着。三儿，松下。姑母，是姑母来了，有请。快请坐。三儿啊，都半年过去了，文龙他怎么还没音信呢？姑母，是你心太急了。文追到京城，何止万里，路上只要走2个月呢。加上到京以后，先要候考，考过了要候榜，放了榜以后，我要等为皇上封官。这以后再后，没有半年，怎么能回来呢？是此嘞，文龙至今没有回来，还是正常的呀？正常的，正常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又放心一些了。你放心，也许就是这2天，表兄就到家了。说是过些日子晚不见回来，我到京城去一趟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文龙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你怎么走了？坐一坐嘛。不用了，月英还在外面等我呢。表少爷来了。表嫂，请我来坐一坐吧。不了，伯伯在家等不耐烦，我劝他的话，他又听你了。是要到你这里问一问，我就陪他来了。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伯伯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。月英啊，松下说了，上京赶考，少说也要半年，再等等吧。我们在家等他。我们在家等他。公主吩咐上宴。来坐。放这里。好的。来，你放这里。知道了。你放这里。好。本公主走马。
意思？我是说，我的阿娇公子乃是金枝玉叶，多少沙漠王子，你都是为粪土。如今这刘文龙文弱师生，一家私成，这样急急忙忙嫁与他，你不怕掉价吗？本公主要恨就恨，要爱就爱。阿爸说是不肯识美嘛，好，那我死去跟他死去。不，好，不是，不怕你不是你。哎呀，你呀！你快进去吧。有请大会司机，有请大会司机。大师切勿乱语。大师从中原而来，传播昏王神德，本王特此驾业，以表谢赠。多谢顺语，请。请。大师，今年归根几何啊？许上20城区。哦，倒也是。大师，我匈奴身为边塞之邦，不是中原万娃，却也是莫1万里兵强马壮。这宫中请多公姬美女齐赠一包，大师才能长烈被告，尽可享受荣华富贵的喽。多谢双语好意，本龙身为使臣，非为荣华富贵而来，但愿不辱使命而归。你们中原有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，这委屈儿子，不敌也罢，不敌也罢。所欲此言何意呀？这个嘛，所欲有话但讲复方。哪个嘛？他是听了。本王国远居于邦，却也是为民争气忠孝邦。你早年英军长元郎，口中笔锋也栋梁。本王我今儿今夜快与他和联，和你为东堂。此事万万死不得。以后死不得，以后死不得，以后死不得。哎呀，女儿啊，这hon兄烈义，倒一无望有国事伤你。你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叫我的脸面往哪里摆哦？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给他说明白。哎呀，女儿，本公主情愿嫁你，你是愿意，万事不愿意。公主听令。本龙不过有期望，真情难人
去难担当，我万世之名为故乡。你是什么？他说他已经成亲，家里有个妻子。妻子？难道你妻比本公主还要美吗？我妻萧月英也许难比公主貌美，但言到温润，妇人可比。啊，你只要演得不扬美貌，这还不容易吗？美貌天生真难为，也得浑身能压位。要我美貌公主要演得不怕你，吕文龙不将我来。你看，本王某一时为民称杀杀我，就是杀这个女儿，哎呀，没有办法哟。是啊，公主她如此忠心，这都是不受教化的缘故。杀死我中原女子，就不会是此的。哦，中原女子真是那么淫秽吗？那是当然。哎呀，大师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与你太回人家了。不是请大师做我阿娇的先生，叫他有辅导，也可娶我，也可性平哦。这个你们见不着，快点走！我是你，快请我走！哎呀，怎么还没有找到？去！哎呀，快请我走！公主是不是这里？哎呀，找到了！他是以下时候啊，这姑妈面朝东张做先生，他下得见我抬身，神龙双于其中，粉龙身为世界，宣扬教化也是我的分内之事。好，这就好啊！哈哈哈哈！来，快有请公主。好，这就好啊！哈哈哈哈！来，快有请公主。有请公主。想，快去拜见你的先生。什么？他不是我的驸马吗？请问老白先生，千堂之酒功臣。阿伯，你真坏！白先生，哎呀，公主啊，一众志向比毛而已，但要震动妇道礼节，还需从头养起。
相聚，请讲。官家离你千千迈，如子娘，你的开目丰满颜色齐。我的妻子，好，就有大事的妻子啊，大事啊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有你的妻子，这不是一人的口本吗？除了先生的妻子，别的一概不要。
媳妇，媳妇，你快回来呀！野菜的野菜，我马上接你去烧。又是野菜，我实在咽不下哦。媳妇不能，连累宝宝辛苦了。这不怪你，巧无难为无米之炊，眼下只有等我这儿送香来了。怎么，我一提起送香，你就避开做什么？媳妇啊！送香是我的侄儿娘家人，从小与文龙情谊深，他父母的诞生，把姑母当娘来奉承，我亲爹那一点于情于理不过问，你何必多千问，一提送香脸色宝宝，送香再好，也是外星人。我与他说说年龄人，虽生切切切生情，只怕曾经怀不清，多年且将去才人
哄我了。我年纪一大把，往前路已经，终日里饥肠辘辘夜扛菜，我自己是一冤魂。伯伯，王龙一去不回，咱儿的情你不肯领，自己有没办法？哎呀，你呀，你只知道哭，可又哭不出把米饭来呀！完了，你快回来！你快回来呀！哎呀，我比你们都来得早，应该买进我。我说你们都不要争了，3年饥荒，米是居民的，就算你们碰上了，大家分一点吧，价钱嘛，我说了算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你们一个个来。有礼了。表嫂不必客气。表嫂，宋夏给你送米来了。是咱儿来了吗？哦，是宋夏来了。是咱儿来了。来了最好，来了最好。姑母，我那不孝的儿子一去不回，我怕你也不来了。姑母，侄儿在外也是多方打听，可年境不太平，总是无法打听到表兄的下落。3年过去了，杳无音信，也不知他是死是活。姑母，可他月英是个女人，婆婆你与天煞多病，实实不说，月英真想赶到京城去找刘文龙。姑母，表嫂，我曾经答应你们要到京城去打听表兄的下落，可是偏偏碰上灾难，我只怕我实时一走，你们你要是再走，我就没有活路了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了。侄儿不走，侄儿不会走的。姑母你快，侄儿给你送米来了。米，哎呀，真的是米啊！总算有米了。媳妇，快去找我米出来，我饿啊。
还是让我来吧。啊，崽儿啊，你过来。姑母，崽儿啊，这灾荒年月，生意不好做，加上我一家拖累，你那的家事贴得差不多了吧？姑母，你不必多虑，侄儿会办法的。不是我多虑，有件事啊，我放心不下呀。姑母，什么事放心不下？就是你的亲事。宋香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娶一门亲，成个家才是。老姑母从心头送香灯去万年许，肚子是暖大当婚礼是命，侄儿你早回家园，姑母啊，暖大当婚礼随命，姻缘是缘，缘离分，姻缘是些些要钱，不通媒人哪有门，明朝父母可没去，亲下亲自念我语。不，举姑母千万莫通媒，侄儿才是不绝缘。姑母，你不要为侄儿操心了，自己多保重身体吧。你这个样子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哦？姑母，宝宝，米粥烧好了，你请用吧。我不想吃了，你放着吧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崽儿的婚事没有成了，我心里不好过啊。姑母，米粥凉了，你趁热吃吧。吃吧，吃吧，你快吃。多好的米粥啊！崽儿啊，你也来吃一点。姑母，侄儿已经吃过了，真的吃过啦？真的吃过了。啊，媳妇啊，你也来吃一点。宝宝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又来了，你看你天天吃野菜，一张脸吃得比野菜还要黄。我喜欢吃野菜。无事，来，让我拿去倒掉。宝宝，表嫂，多吃野菜有伤身体。既是姑母的一片心意，你就吃上几块米粥吧。不，崽儿啊，我拿去倒掉，倒掉。宝宝，快！宝宝，小野菜呀，野菜。你轻轻声唱，
好苦啊！哎呀，姑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他这是我的，快米走，快拿米走来！哦，姑母。秀啊，秀啊！你总算醒过来了。伯伯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刚才是我昏过去呀、表嫂，你再喝上几口吧。你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月英啊，你何苦如此为难自己呀、李文龙，我好恨大夜深分龙不天表嫂，表嫂可我有句句当在心宽敞，他自闭也在开
宋相母是个生意人，这来往的账目都记在上面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原来表嫂是个明白人。咱老听姑母的话，早些成家吧。倘若你有了家室，又哪里的这些无为呢？常年争做人生夜，迎来欢日喜堂宴，梦里闻听新菜报，问我母亲难成仙。传新菜，传新菜。启奏大王，我已将大王之意送大皇帖子，皇帖子同意将吕文龙留在我国，皇帖子与为属在此。好，此次来，那刘文龙再没有借口要委屈了。来呀，有上新菜。是。长空烟去，风回头，目送烟影离欢去。雁过留声，声句留心。山外有人，情难聚。女弟子美得芳华，似春风笑容，三侧坚冰花暖人。窈窕淑女君好逑，男子心目满面羞。真乃是不该自作有情，归去来兮终须。我还是要向所欲严明取义。
后只沏一杯茶，先生的茶吃了吗？公主，先生都是不到书馆了，这茶不管先生到不到书馆，这茶是一定要吃的。是。也许先生今日该来了吧？公主，依我看啊，先生他是故意回避你的。公主，我看先生今日不回来了，你还是出去散散心吧。看时候不早，我该去向父王请安了。公主，你看先生来啦。安乡县，在此天相见，马来与波关宽生夜，心慌意乱为何来？不必烦恼成夜先生，公主，先生在上，一生有礼了。公主免礼。先生都是回到一国，弟子的一年怕是荒疏了。公主一年一整，冯龙已负立为死了。难道先生不肯再叫阿江辅导女的了？公主，辅导女的是奉亲公布死后丈夫之大，而不是一味的索尔人大。阿江啥不是首尔人道，以后是能因知道你。所以公主不该虚度年华，理应早逝良美。先生，冯龙掌柜复以再叫公主告辞。先生，来，有传我求见父王。是。天心月影，一人我此意，长夜心，身心气不平，百里更风情。瀚海曾烟尘，姑娘千里间，苍松层来，有传我求见父王。是。大王，嗯，公主，
大王添件衣服。不用。大王，请喝来着。好。天冷了，还是别我的师傅。家公主求见。哦，我女儿来了。哎呀呀呀，我这个女儿啊，真是有怪了。大冷的天，她也从不偷懒，也不省心了。你们说，这个刘文龙是不是真的很有本事呢？我看啊，他是有本事的。不说，阿娇怎么会不听我的话，而听他的话呢？是啊，公主跟先生学了一肚子的文章，可就是少了一样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少了一样开心。我看啊，公主进来总是闷闷不乐的。对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公主进来确实有些不开心。我也看出来了。哎，快快有请公主。是，有请公主。公主，公主，哈哈哈哈！我的娇娇来了。女儿姐夫问请安。哎呀，女儿啊，外面风大路冷，这请安嘛是不必认真的哦。来来来，坐。阿爸，此言差矣。君臣早朝，妇女请安，此乃深夜大教，怎能不认真呢？你倒叫我请你阿爸来了，还是先喝杯奶茶暖暖身子吧。阿娇啊，近来和刘文龙相处的好吗？怎么，他欺负你啦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我怎么愁眉不作呢？来，对阿爸笑一笑，笑一笑。哎，笑啊！笑得比哭还难看。哎，阿娇，你哭。你笑，笑啊！阿娇，你怎么了？爸，女儿再不是10年前的阿娇了，女儿已经26岁了。26岁也是我的娇娇吗？报！启禀大王，雷文龙送来自人。自人？刘文龙承认，当天公子在此不肯进来，是该着在面见大王。岂有此理！女儿啊，难怪你要不开心，原来刘文龙真的欺负你了。难怪女
焦公主在大婚时节刘文龙为驸马，接着完婚。领旨。父王，此事还等于先生赏你才是。我要赏你，啥不是哪个刘文龙？今日认亲的当不是你，而是我的外甥。父王，不必再说，一切由父王做主。女儿啊，你只管当扮去做新娘吧。先生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路过此地是来取一本书的。你呀，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偏又来，这时候你还取什么书呢？我请你转告公主，说文龙万不得已愧对公主。转告？你要我转告什么？你不是马上就要拜到成亲了吗？你是什么？怎么你还不知道啊？宫里都闹翻天了。先生，咦？公子，因我看呐，先生他早就爱上你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想嘛，这一年多来，先生对公子的态度是大不相同，他呀越来越不像先生啦。对，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。先生现在一看见公主就脸红，脸红起来说话就结巴了，哪像过去每次先生的架子动不动就凶神。我来问你，脸红是什么意思？脸红就是激动。结巴是什么意思？结巴就是心里有了嘛。公子啊，他是爱你才脸红，脸红就害怕，害怕你才回避你，所以说呀，先生他是爱死了你。公主，你太美了，先生他能不爱你吗？公主，妈。
好向上天祈福。公主，幸而怪他罢了。快去我的令牌报马子！
天为父，不为月英啊！先生，在你心里，真的只有小月英吗？粉龙此心，非天可解。在你心里，叫我真的一文不值吗？粉龙此心，非天可解呐。成全你，先生，你看，这是过国令牌，你拿去吧。你解放萨卡司令，没有令牌，你是过不去的。这片宝马，它飞风走地，10千里，你记上它，不小气的就能见到我的四娘小月英了。姐。
心里。啊！
娇，难道你还要为他一女，故为你请小月隐吗？我为阿娇留你，如今阿娇死了，你回去吧，我滚！阿娇，阿娇。表嫂，今天他出水了，买了这许多东西，这都是托你的福。我这的福，你叫我买来好家境，今年岁数不错，又赶上伯伯60大岁，我啊一定要好好叫他老人家过过生日。应该。表叔啊，还有一桩应该办的事，你可别忘了。没忘，你放心吧。那么你是中意还是不中意？什么中意不中意？那一天媒婆叫你弟弟那门亲事呀，这话呀，到底中意不中意？不中意。怎么又是不中意？
表嫂，哎，是表嫂来了。哎，表嫂，这是接姑母的手礼，遇上你破费了，一点心意应当的。啊，表嫂，你的衣衫破了。无妨的，来，无妨。我来接你缝几针。哎。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！你呀，把我当什么人？我有这样娇气吗？我们还是请出老寿星吧。好，请出老寿星，请老寿星。哎，你的手不痛啊？不痛啦。所以，此梦你宽宏大量，分龙十分光洁。但是我要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不言弃，分龙愿意留在匈奴，永远陪伴公主的芳文。不，送你回去是阿娇的义女，让阿娇安歇吧，回到你妻子的身边去。所以文龙，骑上阿娇的马，回家去吧。所以把从伯伯，今天是你老人家60大岁，媳妇敬你拜岁。年里，这儿也敬你拜岁。哎呀，年里，这是媳妇敬你做的心意。这伯伯不是东海。姑母，这是侄儿送你的寿礼，愿姑母随必来赏。哎呀，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？起来，姑母，我有今日是多亏你们2个，可是人活8年，总有一死。媳妇啊，婆婆一个老人去，上与下难拘留，只怕一旦撒手去，你隐隐相吊真可有。还有你父母的宋香儿，孤夜单飞相猜头。姑母，今天是你寿诞之喜，别说这些伤心话了。不，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说。你们听着，文龙一去10年，沙镇大海杳无音信。我不信他还活在生死，
唐啥真坏我操，他10年不逢不养，我也不认这个儿子了。你们听着，文龙一去10年，沙尘大海杳无音信。我不信他还活在生死，倘若真还活着，他10年不逢不养，我也不认这个儿子了。今日是我做主，讲你们啊，两根枯灯牵一枝，当作妻儿命珍珠。风雨两相依，甘苦同辛苦。了家多年心头暖，落着老人思绵梦。你怎么说出这等话来？想当年我与他有年雅定，要是他这当作亲戚相陪，送香进上堂台外，回到家中人冰冰。你父母表嫂来牵挂，永永亲亲难我心，一枝中一段恩，父母莫在多操心。你这些可是真心话，却无假话。那么你10年不去，究竟为何？这你
我是瞎子吗？十年不去，是我死之之罪，与你们无关。既然是此，我老太婆也无需你再来牵挂。咱们手里，你拿回去吧，姑母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要到我家来了，姑母。你走吧，姑母，你真的这么狠心吗？表嫂，我谢婆婆。一番好意，来牛城野埋人，不去色家同岂能够将儿终身领袖分，你是婆婆真情了，到死今儿思乡。徘徊生气叫一声老娘亲。谢表嫂一番自称来去问，君可有的我官恩，想当年一份赃我10缕，月影从此心生情，如今你心中有爱不将去，默默应承真诚，如今你怀内相助不为困，分分烈情与分层，如今你平平泰泰生的人，实实在在桃李名。
我是表嫂实不言弃，若因娘与表嫂结为夫妻。你这是真心话？我要成家了，我要成家了，我要成家了。哎呀，婆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儿啊，千灵万绪系灵人，办法嘛在你身上啊！哦，对，我去端蜜汤嘞。哎呀，蜜汤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我混过去要喊蜜汤，他呀要喊万文汤。对，万文汤。哎呀，万文汤在哪里呀？你就是万文汤啊！儿啊，只要你轻轻的唤他，轻轻捏捏的唤他，他就会醒过来的。表嫂醒醒，表嫂醒醒！哎呀，你再叫表嫂，他就醒不过来啦。宋香，你醒醒！宋香，你醒醒！宋香，你醒醒啊！10年了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快你。儿啊，宋香，我都老了。不，人生在世，谁能不老？我只要你真情不老，真情不老。宋香，明日是我与文龙在西马江分别10年的日子，你我成婚之前，我要祈告于他，他上结下玉子，也当了解。他上活在生死，也当了度。来，放
也好的，不必忙让回家。大嫂，大嫂，卡哥，相伴大嫂，我要向你当庭也无甚家。请问卡哥，这方圆之内，你要打听哪户人家？我要打听这西马桥边吕文龙一家。吕文龙，你打听他做什么？为他专情胆固，我知道吕文龙当年上京赶考，也去不回了。你知道文龙的下落？吕文龙当年考中状元，随皇上派遣作为河藩使臣，出使匈奴，羁留3年。那他为什么不报信回家？正遣苏东用人回家报信啊！用你何曾来过啊？吕文龙也在哪里？3年以后，他终于重返帝京，回朝复命。随皇上嘉奖，被封为本地罪官。如今他已经回到故乡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去世那3年，不曾为家的吕文龙。吕文龙一亲受伤，亡于天堂。哪想你莫流血，一脸风沙。你光冒充文龙，也不拿金子走一走。金子，对，这金子了，为我整3年呐。来，姑母，你快衣服做好了。好，新衣裳要做新了，来，快穿起来看看吧。穿起来看看。等，这套衣服啊，整整花了我5两银子。5两银子啊！哎呀，我这个词儿啦，修为当过。词儿啦，你晓得吧？姑母等你穿这套衣服，整整等了3年。现在呀，总算等到了。姑母，以后呀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这儿天天可以快到你伺候你。好。宋相公，怎么了？吕文龙回来了。
真情的，情和他分究竟为何月夜，当年在这西马桥上，你我对镜发誓，永不分离。此间我总算回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。想必你和母亲受尽苦难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只管上来为父与女做主。不，本官为你伸冤。你已是本地罪过，待我官封赐父，受赠本罪。好啊！叫一声师傅他老婆，民女有一怀祈愿，愿生四海来生树，在过长奔你藏告哪个？推藏告他刘文龙，抛弃别我生年，茫茫生死不应许，破解家书情一遍。太仓再告刘文龙，生死清清此一遍，家乡连年到他台，你生死不问太仓还告刘文龙，老康有缘才心地，10年我还是自古小从大，你贫中浪迹在哪里？淮南乡愁是松下，真情关怀家红里。今日我西马叫他百生节，揭发我肯松下李文龙，你不早不知把家完，月阴金配两难，女夫男女换水一人最对不落。非有那脚下的把冤心。我是死了吧？雪姨，
小孩儿回来了，母亲，凤龙回来了。你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？你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？母亲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母亲，我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姑母，文龙，我的孩儿。儿啦，你为国为家，样样不轻，可言些之事，你都看见。
10年心锁，一夜难假，与媳妇产儿空离间呐，在这下着生死之情，三高随茶。二郎，你莫怨为娘狠心，我认二郎这苦果只有你一声叹息，倒是承担。娘，你万事远走他乡吧？难道我不该回来吗？难道我真的不该回来吗？看来我真的不该回来，真的不该回来呀！母亲保重。你表弟，多谢你深夜关照，现在请你让开，我要上路了。请你让开。表兄，你不能走，你我之间还有一笔账没有算清，你怎么能走呀？算账？你还怎么算账？表兄，当初你走的时候，托付我照看你的老母妻小，10年来你家缺粮我送粮，你家缺钱我送钱，这一笔笔一种种，账目分明，清清爽爽。如今你回来了，欠钱还钱理所当然，欠粮还粮人情两清，你可不能来账要走呀！你不，这不是一本财迷账，这是10年来还也还不清的10金账。
能走啊！姑母，我一个人习惯了。